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欢迎收看1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日前，台南市长陈选仁伫电视辩论会后，引发加比手套等事件批评攻击以后，香港选择选择伫参选1周年的日子，公布改善交通等政策影片预算，预计将50部影片上榜，也希望所有参选人拢回到政策讨论，唔通搁再口水战。今日拄好是干选择一档前逝去台南市副市长宣布倒立台南市长的日子，上午伫府城奥运会会长、顾问团团长甲长照奥运会等竞选团队的陪同，伊坦承为了理想要行一条别人无行的路，选起来一定是艰苦。不过对今仔开始，伊嘛希望参选人回归政策讨论，互市民共同来检验。伊嘛将推出包括交通、毒品、教育以及37区建设等50支影片伫网络宣传。必须要让选民很清楚的去知道说我们到底未来台南市不是只有市政府所做，而是在每一区里面所推出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应该回到政策面的一个讨论跟比较，这个才是良性的一个选举。另外，因为21号黄伟铁东区奥运会，立委林俊宪公开替徛台，被外界形容黄伟铁确实得到赖清德团队支持。对此，干选者回应，伊尊重伊个人的选择。不过，赖清德改讲，伊并未小听任何参选人。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了哈。那赖清德院长的确是告诉我说，他并没有授意任何人去支持黄伟哲，那是个人的选择哈。有2次我跟他见面，他都一再这样的强调。那所以对林俊宪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我予以尊重了哈，予以尊重。那是不是他赖市长跟他这样讲，我也不清楚。但赖市长的确是跟我这么说，对。那这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因为他现在黄伟哲一直说他是赖清德唯一的支持人选。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市民的选择了哈。所以市民认为说，谁所推出的政策能够延续赖清德的精神，是能够让台南看到更亮的未来，这个比较重要。干选者回到当初参选的心境，用打造理想台南的理念，将继续拼落去。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谢谢。上午台南市322间公私立的高中职甲各中小校长拢组织伫昆山科技大学，做伙讨论今年的教育政策，并且将去年所得到优秀奖项献给台南市政府。教育部的教学卓越奖、阅读磐石以及行动学习优良等等的奖项，由学校献奖给台南市政府。这寡成果会当看到去年台南市教育丰富的成果。台理市长李梦燕也感谢每一间学校的校长过去一档用心办学的辛苦。包括天下、远见等等的杂志，对于我们的这个各城幸福城市的调查，我们在教育跟文化的排名，都是居6都、居全国的名列前茅，有的是第1名，有的是第2名，可见我们台南长期在各位校长的努力，还有教育局大家一同的这个扎根之下，那我们其实在教育的表现是非常的卓越，在家长的心目中，在这个市民的心目中的评比，还有相关客观的数据，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好。那在这边再次的感谢各位校长，还有教育局同仁的一个辛劳跟努力，让为台南这个文化、为台南的教育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跟亮丽的这个表现。这届校长行政会议就新世代人才培育进行专题分组的讨论，也希望借此来提升台南市教育的竞争力。台南新闻网志豪张伟忠采访报道。针对台南市将率先全国试办私立幼儿园的收费公立化政策，虽然市会用意真好，不过包括幼教业者甲家长又还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上午议会所召开的座谈会中，就家长表达不满，要求全面补助。
这个家长以及台南市幼教发展协会，想要利用伫议会召开的座谈会，针对教育局将伫偏乡试办的私有收费公立化政策提出看法。因认为这项政策只有部分家长受惠，并无公平，要求全面补助。私幼要公立化哦，很赞呢吼！赶快结果再看一下，哎，没有，不是全部大家都这样，是只有某些特定的地方才有，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公平，因为那些钱是大家的钱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收到，就只有一些特定的小朋友可以收到补助这样？我想要念公立的，我想念私立的，你就让我们自己去选择。那你把补助全面给家长，让我们自己来做选择，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吗？好，而且整个行政上啊，你们也不用那么复杂哈。议员李文静也指出，对于接受补助的私有来讲，若是政策变来变去，未来因到底要何去何从？同时也烦恼用心经营，却无受到补助的私有，会提早面临退场，最后造成三输的局面。即摆你要补助即个偏乡啦，即摆这偏乡嘛会惊呢，因为你我补助的时阵，你政府的要求足济啊，条件足济啊，资格足严的啊，我若接受你的补助的时阵，你以后你若无法度继续的时阵，政府的政策变来变去的时阵，有一天你若无我补助，我毋知倒店，我倒关起来，所以。这个嘛真侪担忧啦吼。教育局表示，新政策有4大重点，除了收费公立化，要求私有经营者必须经过精选，配合改善设施甲环境，同时也要渐渐提高教师薪资、教非营利幼儿园的标准。强调的是，幼儿园必须透过教保课程辅导方案，提升品质，并且发展特色。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一部议会进行第2届第11次临时会第1次听证会，会中确定临时会将在1月30号到2月8号，而且开幕加闭幕这2天拢会刷到民治艺术厅举行。台南市议会下晡进行第11次临时会的定数委员会，会中讨论到22件市府提案，其中包括有4案建设提案，拢是甲安平渔港、将军渔港的用地标租案，以及核发土地使用权同意书有关系。对此，议员区里认为，随着公告地价起价、租金提高，若是无做有效的利用甲开发，将影响厂商投资意愿。立议员蔡耀辉更建议市府要求厂商投资一定金额，以保障出租权。将军迄个所在已经是即马拢真正一片雾煞煞，冷叽叽啦。那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要把租期提高到20年我是询问一下啦那么我想在将军渔港还有这个安平渔市场这边渔港这边，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比较有效的利用跟开发，而不是说光是把土地标租出去，那给了他的地上权20年，那如果没有比较广义的去有效的利用那些土地的话，标租出去，它顶多是做冰场或是仓库，或是它是不是能够做加工？那可能请农业局这边还要在比较妥善的在大会的时候要说明清楚啦。再倒20档，你相对咱刚刚每当跟他说，是我们也要求他要投资金额超过某一个程度，让他应准你讲要投资20档啊，无你即摆讲过，那个标个不爱做呢，标不爱做呢，是安怎？有诶讲无上久不爱做，有诶标个不爱搁底做，哎呦，你足奇怪哦，真矛盾哦。市府秘书长有先小回应，除了安平渔港以及明确要做冷冻库使用以外，将军渔港目前并也未确定未来的规划，将会请农业局甲有意愿投资者确定投资方向，以讨论周期。安平那个是现有已经，他就是希望做这个制冰跟冰库的部分，但是投资项目比较明确，已经看得出来。那将军渔港这件事倒是。其实这也是常年来在将军他处理的一个困扰。那不过刚2位议员所反映的，其实都有道理，就是说我会请那个农业局跟这个有意承租者先明确了解他们的意向，就是说他到底希望做的是什么。那可以在这个临时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再做个说明
除了讨论各项提案以外，会中也确定临时会召开时间为1月30号到2月8号，而且开幕甲闭会这2天拢伫平地艺术厅召开。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下林路是台南市进出市区的主要道路之一，所以道路品质的改善嘛必须重视。对此，市府工务局25号将正式列入路平时间，除了呼吁用路人提前改道，嘛且市民放心，今年进程一定会当完成。下林路列为路边专案，市府其实2天前就开始甲公线单位协调，不过最后卡伫自来水管进场是做几啊个月，民众已经有了怨言。只是工务局25号开始就要接做路边，但免互民众不满。对此，永和科表示，为了避免影响交通，工程将分2阶段时间，而且重点是绝对袂拖到过年。台南市政府那在今年度大概1月25号那要准备进行下林路的一个路面刨除工程那我们预计在2月2号可以全部刨除完成那未来应该在净化3年应该管线单位不会再进场去进行施工，不会我们在2月2号整个路面刨除完成之后应该在2-3天就可以把整个标线恢复，那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个民众过年的一个交通。为提升道路甲观光品质，106年度的路边专案，市府将持续办理改善，嘛呼吁民众到时需要提前改道，体谅时间过长的不方便。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民政局伫东区卫国里建立全市第一个市民运动休闲中心。真特别的是，民众伫使用运动器材时阵，可以当欠电做环保。体健中心试营运计划由民政局自行筹备252万，将卫国里活动中心3楼仓库改建成为体健中心，并且将运动器材结合 Eco Power 系统。会当将运动的时阵产生的电量回馈给健身中心使用，互创造绿色能源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大家拢会当参与的。我们这个体健中心从去年12月24日营幕到现在，那来使用的人人数相当的多。那尤其到每天的下午跟傍晚运动的器材几乎就是全部都占满了。那这个体健中心是我们台南市第一座在我们卫国里活动中心所增设的。那所有的器材都是属于由绿能发电。那我们鼓励所有的里民市民都可以来这边使用这些绿能的体健器材。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电的量到现在已经产生了2777.7瓦。那在电灯泡的使用数上大概可以使用将近有500多个小时。所以这些器材非常的实用，那也希望说市民们能有空可以来这边运动又健身。这边很方便你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哇，你如果下雨天你还要骑摩托车到健身房，而且这边收费很便宜，30分钟才20元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来使用，而且又可以产生绿能，对环境上又有环保，我们臭油层又破裂了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使用，真的很棒。卫国里体健中心目前已经开始营运，而且伫1月进前使用完全免费。未来会当使用一卡通，也有市民卡，会当操作机器。欢迎市民拥有全能体验，做伙运动发电做功德。
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迎接2018年北区区公所常务邀请第千号等3位书法家进行现场的写作，并且免费赠送春联，提前互民众感受的欢乐气氛。伫个北区区公所对门口开始摆了满满的人条，因拢是想要讨一个喜气，说出一寡书法家所写的红色春联。过去北区区公所通常是请一位书法家来办活动，但今年北区区长李黄生特别对善化阁加邀请了2位书法家，现场总共3位来为民众服务，也互喜气加倍再加倍。咱即摆后壁看到，咱今仔日吼，伫咱北区的公所中庭咱聘请着咱3位咱的书法老师吼，来遮写春联来送互咱对这春联有兴趣的朋友吼今仔日就我真感谢吼，咱遮所有朋友搁咱的老师的斗相共，互咱伫咧遮徛伫咧遮，就感受到咱浓浓的年味新的一年吼，咱已经渐渐吼接近着咱旧历的新年，伫遮嘛庆祝着咱所有观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红色的春联散布伫咧北区区公所1楼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也互来办公的气氛变甲更加快乐。北区区公所也借由安尼的活动，要来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台南新闻网志豪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一位研究声波音乐的科学家发现，透过铁琴的无共音调，会当互人将酸甜苦涩的味联想做伙。所以嘛，互一间咸酸甜的店家，就将铁琴放伫店内，甲游客互动，试看嘛人客弹琴，敢知伊爱食倒一味。你的嘴巴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味道？请用心体会，对。有一点点，什么感觉？什么味道？酸甜苦辣甜。柠檬的那种。柠檬，所以柠檬是酸的哦。好，正确。透过铁琴传达的声音，互人自动甲酸甜苦咸做连接。这是一位专门研究声波音乐科学家曾经做过的实验证明结果。业者利用这个研究，将乐器放伫店内，甲民众互动，增加趣味性，也成功吸引注目。这个东西当初是工研院来辅导我们的时候，他们想出来的，他们做出来的一个游戏啦。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个报告，是真的是从声音可以产生口中的味觉所以我把这个称呼为听声辨味，就听声音，然后可以感觉嘴巴有味道。对，然后这很多客人来试，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听不太出来啦，那听得出来的也是有，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可以听出酸甜苦辣，对我都笑着跟客人讲，听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我听了几百次，我自己也听不出来，那听得出来的是有特异功能，恭喜你，对，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其实我们因为是蜜饯果干店，我们其实有一个试吃盒在给客人试吃。除了小食以外，酸甘甜是游客来到台南绝对袂当错过的四手啊，也算是真有代表性的伴手礼。不过真侪人拢唔知影，酸甘甜竟然甲历史人物郑成功有关系。当初因为郑成功他从大陆那边过来，要跟荷兰人交战嘛，把荷兰人赶走。那他们是一个船队，一个舰队。那当初在那个船上有很多的将士，那他想吃水果。在那个台湾海峡那边，他要吃水果，可是，在船上因为摇晃，那个水果不容易保存，会碰撞，会坏掉、烂掉。后来他们就想到说，我把水果腌制变成蜜饯，那这样子就可以保存，也可以吃到。后来他们就这么做。所以说后来郑成功来到台南府城，把荷兰人赶走，他就治理这里治理整个台湾，然后当然也把蜜饯的这个东西做法，就在这边流传开来因为台南是一个300多年的古城，对所以说就会让你觉得说，蜜饯在台南是有名的，是有这个源头起源在这里。为了方便民众送礼，业者佫特别设计真侪款的礼盒仔，甚至伫市府官员到日本出访时，佫曾经作为伴手礼来送予日本的贵宾，也算是另外一种的台南之光。台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儿童患着困眠呼吸终结症头，只容易被认为只是单纯的鼻仔过敏，或是疾病。如此一旦疏忽，就可能造成下视障碍。所以先建议家长，如此有这款的情形，一定要量早带囡仔来检查，有必要马用手术来介入。基于耳鼻喉科医生表示，根据统计，也会将幼稚园的儿童至少1成到3成暗时咧困的讲，其中有2成以上拢是有困眠、呼吸中止的症头。不过，真侪家长拢也准讲是单纯的疾病。对此，医生表示，这款情形长时间落来，除了影响面的发育，甚至还是障碍，所以一定要量早就医。而目前透过手术的治疗已经有明显效果。儿童睡眠呼吸中止在比例上来讲，大概占小朋友2%到3%呢。那形成的原因来讲呢，小朋友比较多半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阻塞住我们的呼吸道，而引起睡眠呼吸障碍。那小朋友长期这样子呼吸道阻塞，他必须要依靠这个张嘴呼吸。那张嘴呼吸长久累积下来呢，它其实会影响脸部的发育。会形成所谓我们腺样体脸这个医学上专有名词的情形。它的特征呢是这个上嘴唇上翘，然后牙齿排列不整齐，然后可能会有龅牙的情况。那另外鼻孔容易窄缩，然后下巴会有发育不良的情况，这个颜面发育不良的情形。那除了这个颜面发育不良的症状之外呢，小朋友其实可能会有其他的症状产生，譬如说像是夜间多梦、容易惊醒，尿床。或者是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这个学习障碍，或者是说有这个过动的情况产生。那治疗上来说呢，如果主要是因为腺样体肥大或是扁桃体肥大造成的睡眠呼吸中止，手术治疗针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效果的非常显著哦。跟成人比较起来，手术效果对小朋友来讲，手术效果是比较好的。医生表示，在诊断顶面，大人一般拢是安排困眠的检查，不过儿童在操作顶面较麻烦，需要搁较侪临床镜头来辅助，所以提醒一般家长，若定囡仔用喙喘气，或是喙唇有较翘的特征，拢要特别注意。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有是好天天气，温度17度到24度，落雨叫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月23日中间台电视新闻，咱再会。